面前有对你来马英九哦，来就是咱这个主义，未来上条是决定是咱党员家己决定，对不对？你要投啥？随着你今仔我邀请来，你感觉投资上好，你嘛卖到位，对不对？咱党员有自主性，对一个未来当选中国国党党主席，会当领导在野党对阵贪污无能的民进党，这票伫你手头就会当决定，对不对？你不一定爱听我吹用伊，再来看今仔日六区的广播主义，六区的妇女的理事长，科技会常委，大家拢来，证明讲咱大家对。